迈上营。头起先，咱要来关心的是，这只中国快艇并船案，即嘛已经过了1个月的时间，煞搁传出有中国船搁并去，这是一只中国渔船，昨透早伫个金门东定海域沉落去，有6个人跋落海。这中国是随甲咱讨救兵，咱的海巡署嘛随出动，目前有2个人得救，2个人死亡，也搁有另外2个人是失踪。海委会证实讲，这只中国渔船是家己并过去，无任何的调查。中立探照灯照伫咧海面上，搜救人员甲时间伫咧比赛。14号伫金门东定海域继续搜救2位失踪的中国籍船员。代志发生伫咧14号早，中国籍的渔船明亮鱼61222伫金门的东定海域沉船，有6位船员跋海。海巡署伫咧接到国搜中心通报，遂成立应变中心。咱方海巡艇加中国的救难船做伙进行搜救的行动。已经救起了4人，那其中2名生还，2名无生命迹象。现场持续由本署4艘巡防艇与6艘救难船舰，陆方的6艘救难船舰共同搜救中。咱海巡派4台巡防艇，中国是出动6台救难船，赶到现场搜救。伫涉事的海域，会当看到渔船的残体。金防部2栖营的唱水员也落去水内找人。海委会副主委周明岳指出，中国这个渔船是伫咱国禁限制水域内面0.3海里家己并船。请我们提供救援的协助。那我们他们是一个他们自己在行驶，在我们禁制水域内，我们的禁限制水域内的一个渔船翻覆。因为2月24日中国快艇并船的案件，造成两岸情势紧张。过1个月了，又发生并船的意外，海巡署正进行处理。那后续是否有相关事项需要向陆方进行通报或者其他协处事项，海基会将会依照主管机关的嘱托来办理。跋落去海的6位中国籍船员，2个人死亡，2个人救起来，也有2个人失踪。依照惯例，会继续搜寻72点钟，找失踪的2位船员。根据统计，伫咧过去3年，中国拯救支援的有17件案件，总共救起来119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